我係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馮瑞芬修女，我係呢本書嘅作者。我係 Cyrus， 跟住落嚟我將會同我嘅金牌拍檔馮修女一齊分享呢本書嘅創作幕後故事。事不宜遲，馬上開始。喺出版呢本書嘅過程中，有咩令你難忘嘅經歷？最令我難忘嘅呢，就係因為好多時間呢都花費咗喺嗰個新冠肺炎，我自己都唔知幾時可以出版，但係就藉着呢啲咁嘅時間呢，我可以揾多啲資料。而我難忘嘅地方就係，因為呢一本書係阿馮修女用咗5年時間反覆打磨去不斷去揾資料，做一啲資料整合嘅一本書啦。咁所以咧，佢入邊其實有記載咗好多我哋平時可能入聖堂嘅時候都冇留意到一啲嘅小細節啦。即係例如係主教座堂嘅花地瑪祭台上面嗰3對玻璃窗啦。咁其實每個玻璃窗上面嘅每一個標記、每一個標誌都有佢嘅教理含義喺入邊嘅。本書邊一部分嘅內容令你最深刻？最令我深刻印象嘅就係2位不同時代嘅藝術家表現咗4本福音嘅圖片。而對我最印象深刻嘅地方就係聖人介紹嘅部分啦。咁呢本書入邊咧記載住好多聖堂入邊嘅一啲聖人嘅生平事蹟啦。咁例如聖施禮華像啦，咁呢個聖像其實係澳門都比較罕見嘅。咁喺書入邊咧，咁啊修女係做一啲資料整合啊、資料搜查嘅時候咧，亦都有好立體咁為我哋介紹聖人嘅生平事蹟嘅。經過5年嘅打磨，新書終於出版咗啦。新書已經喺澳門各大書店上咗架，歡迎各位翻閱書籍。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